来是国民党花莲县党部早起开记者会，替这个布昆奇来抱不平，讲民进党这个红旗枪到中国交流就是和平使命，但是布昆奇到香港说互民进党抹红来打压，这是啥物道理呢？这个民进党的立委赖瑞良是来反击，讲红旗枪已经退休了，伊甲布昆奇的行为无法度相比。 民进党大佬洪其昌说，他两岸交流是为了和平的使命，而布昆奇率领国民党立委跟中国大陆进行沟通，避免两岸误判情势，难道不也是减少了误解，争取和平吗？花莲县议员吴建市一里一区替立委布昆奇发冤枉，国民党花莲县议会党团今日透早召开记者会，就是为着这件代志。能够走进台湾。 走进花莲。布昆奇2月中和太太花莲县长徐清惠带团去到香港，宣传花莲观光，和大家拢伫咧讨论。让无几个月，红旗枪嘛带团去到中国。民进党想靠抹红打压这个抹红压倒这个真相。 只会越来越失去民心。不过对这件代志，民进党立委赖瑞良表示，讲红旗枪已经退休，伊甲布昆奇行为是袂当比的。布昆奇作为中共统战的棋子，作为中共在台湾国会的一个代理人，这样的形象已经非常的鲜明了。那现在布昆奇跟国民党不仅不认错、不改过，反倒还要刻意拉洪其昌来进来，拖下来这个护航。 率团10几位立委去见了王沪宁这件事，那回来做了这么多毁宪乱政，提了这么多扩权的这个法案，这个台湾人民都看在眼里。是除了罢免双方阵营相关议题攻防，嘛将做关注焦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